歡迎翻嚟我哋嘅 channel 啊！歡迎嚟到我哋第2026集嘅節目。今日講嘅題目係炙手可熱嘅《尋春記》。所謂一年之計在於春啊！如果大家未睇《尋春記》嘅時候呢，就應該要快啲去睇啦，因為每日呢都有成1400幾場係任大家去選擇嘅。咁嚟到誰求誰 Who back who 嘅時候呢，就係 Who back who 嘅意思就係誰求誰啊！如果你未聽過咩叫天命最高呢，就記得去聽翻咩叫天命最高啦。Who back who 春秋都只聽天地號令當中所講嘅春秋呢，係嚟自一個魯國嘅一本史書叫做《春秋》啊。而《春秋》呢本史書啊，係記錄自公元前722年至到公元前481年，總共242年嘅列國故事啊。由於春秋同埋戰國時代本身嘅時間年份上面冇一條好清晰嘅分界線啊，而《尋春記》呢個故事啊，就正正喺發生喺春秋之後，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大龍諸侯國互相爭奪嘅戰國時代啊。而正正就係反映到第二句歌詞春秋都只聽天地號令，冥冥之中有天地號令同埋主宰嘅意思啊。而第三句歌詞天命誰能扭轉運程，就正正切合到我哋2026年嘅丙午年馬年嘅運程嘅推出啊。而第五句歌詞誰無誰亂局亦一樣人定啊，正正亦都係同第一句嘅春秋都只聽天地號令作互相嘅呼應。而講到呢度啊，需要有兩點係提醒翻各位嘅，就係歌詞裏邊並冇出現誰和誰嘅，誰和誰只係坊間流傳嘅一個曼德拉效應，由於大家都朗朗上口，就變成咗誰和誰啦。而第二點想提醒各位嘅就係其中一句歌詞亂局亦一樣人定，好多網民啊都會唱咗亂局亦一樣入定。入定嘅意思啊，除非你係信佛教同埋道教嘅一種精神意念啊，否則呢普通人呢係唔會入定嘅，除非你係增值入定八達通啊。好啦，聽到呢度，如果你仲未開始瞓覺或者係戒燈嘅話呢，就證明你非常適合聽呢個 channel 啊。我哋呢個 channel 啊，每日啊分享大家唔同嘅知識，包括電影、流行文化。如果你都想同師兄一樣戰勝呢個點算法，都可以 subscribe 我哋呢個 channel， 同埋聽我哋嘅片，或者分享你嘅片出去俾翻自己聽，都係可以噶。好啦，嚟緊我哋會分享第6句歌詞，我哋一齊聽聽先。誰在篡改劇情？眾所望周知啊，《尋秦記》電影版啊係買入自我哋嘅香港作家黃易嘅小說版而進行改編嘅，所以誰在篡改劇情呢個答案亦都呼之欲出啦。當然就係我哋嘅項少龍古老闆啦，全靠佢，我哋先至喺電影版睇到 TVB 嘅 BBQ 情節同埋其他新嘅角色加入，期待《尋春記》嘅續集可以早日到臨啊！別高興，別以為叫始祖，萬歲千歲都會依你意願來營造。下一世別理誰叫高祖，別要賭天命最高。而歌詞所講嘅始祖意思啊，就係有世係可考嘅最早嘅祖先啊，亦即係響學術、行業或者其他事物上面嘅始創人。而萬歲千歲就當然講緊皇上萬歲萬歲萬萬歲，同埋皇后嘅娘娘千歲千歲千千歲啦。而當中都會依你意願來營造，營造嘅意思就係解經營建造咁解，例如係營造氣氛或者營造工程。而歌詞下一世別理誰叫高祖，呢度講嘅高祖唔係糟糕嘅意思，而係解作開國君主嘅尊號。而別要賭天命最高，亦都係呢首歌裏邊嘅精髓。相信你都有聽過，沉迷賭博等於賭錢落海，賭完又賭，所以呢度講嘅別要賭就係嘅意思，叫你唔好同個天去到賭博，亦都即係話叫項少龍或者係嬴政
唔好隨便落注。而天命最高嘅意思，天命唔係解洪天明或者係楊天明，而係解作上天嘅旨意，就好似莊子人間世裏邊講嘅，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得之至也，亦都係代表一定要認清天命不可違啊！誰贏誰，不需一兵半卒便命定。他年輪迴今世劇情。而第二段所講嘅誰贏誰，不需一兵半卒便命定，正正係反映咗戰爭嘅荒謬啊！就好似項少龍咁啊，雖然擁有現代人嘅知識或者係預知能力，但係最終都可能成為咗一個歷史嘅執行者，並未有方法違抗天命啊！而他年輪迴今世劇情呢個歌詞亦都做到好到位啊！意思就係喺其餘嘅年份內，亦都可能會重複翻今年嘅劇情。而當中嘅輪迴就係佛教裏邊所講嘅六道輪迴啊，就係天人阿修羅、畜生、餓鬼、地獄、三善道、三惡道嘅意思。睇得出作詞人喺歌詞裏邊加咗唔少宗教嘅色彩啊！誰無誰，亦在歷史下效命，殘酷過一夜情。而項少龍本身嘅行動啊，就正正響誰望誰，亦在歷史下效命呢個歌詞充分體現出嚟啊！而殘酷過一夜情嘅意思，並唔係解殘酷一丁啊！一夜情嘅意思啊，其實代表就係 ONS 企一晚啊！究竟有幾殘酷呢？相信呢啲要觀眾自己去體驗啦。別高興，別以為叫始祖，萬歲千歲都會依你意願來營造。下一世別理誰叫高祖，別叫到天命最高。而最後要同大家講講歌詞裏邊有唔少嘅寓意啊。例如係最後嗰句天命最高，就係由於洪天明喺金大支嘅抽獎活動裏邊經常抽到自己嘅卡啊，所以有唔少網民都認為天命最高呢句歌詞係完全冇解讀錯誤，亦都係天命最高呢句歌詞嘅精髓。好啦，聽到呢度，希望大家可以撳個 like、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我哋下集見。有冇放過我一家人？如果係你家鄉人，猛放過怪人。你有冇諗到殺人？有。五一天下，你能毫無代價